主后2025年1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上帝放踮第一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3章第19、17节。若有人要献牛做平安祭，着对牛群的中间取一只无瑕疵的牛犅，也是牛母，甲伊牵来上主的面前。迄人着换手伫迄只牛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角台。阿伦会后代做祭司的，着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着对平安祭的祭物，将腹内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螅，拢摕起来，用火烧献予上主。阿伦的子孙就甲这个下伫大年得倒的柴顶面，甲烧化祭做伙烧做芳芳的祭物，献予上主。若人要献羊做平安祭予上主，着对羊群的中间取一只无瑕疵的羊犅，也是羊母，甲伊牵来。迄人若要献绵羊仔，着牵来上主的面前，换手伫迄只羊仔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角台。阿伦的子孙着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着对平安祭的祭物取油，就是将马鬃骨以下规只肥的马腹内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伊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螅，拢摕起来，通做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。祭司着将这个下伫祭坛顶，用火烧做食物，献予上主。若有人要献山羊做祭物，着牵来上主的面前，换手伫迄只山羊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角台。阿伦的子孙着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着将腹内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螅，拢摕起来，通做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。祭司着将这个下伫祭坛顶，用火烧做芳芳的食物，所有的油拢着归上主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油甲血拢毋通食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甲上帝放踮第一位。伫旷野天气干燥酷热，实在恶日处敌，动物的油互看做是上肥水的食物。不过，现代人的饮食和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无共，咱毋但容易处敌食物，真侪人搁较是营养过剩，直到因为惊肥，就对脂肪性的油敬而远之。真好理解伊的美好。此外，台湾的天气翕热，真侪人的皮肤容易出油，也真好感受油质对保护皮肤免于流失水分的好处。所以现代人阅读这段经文的时，有无啥容易产生共鸣。利未记第3章记载平安祭的条例，讲到脂肪性油爱做芳芳的火祭，所有脂肪性油拢是上主的。平安祭这个词，希伯来文有和好也是福祉的意思。平安祭是个人的献祭，通常是为着感恩、行愿的甘心奉献。
表明献祭者对上帝的感谢。献平安祭也常时表明人甲上帝、人甲人的和谐关系。平安祭用这项油来做祭物，有甚物特殊的意义？对旷野流浪者来讲，油脂是上美味的食物，除了提供身体的能量，也当予人伫旷野中容易打湿的皮肤得到保护，避免打理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，予因脱离奴隶的身份，诚侪自由的群体调往应允之地前进。以色列人用油献做芳芳的火祭，表达因和上帝关系是重要的。肥水的动物性油代表因的畜牧兴旺，安尼的祭物也表征因甲生命中上丰盛、上美好的部分献予上帝。上帝护赐万物予人，显示上帝看重对人的看顾。因为安尼，人甲动物的油献予上帝，表明家己乐意将上美好的物件献予伊。创世纪第4章第40记载，亚伯对羊群中选出头水上好的羊仔，做祭物献予上帝，得到上帝喜悦。利未记上款讲到，当祭司甲平安祭放踮祭坛顶，甲烧鸭祭做伙烧献，这火祭的芳芳的味是上主喜悦的，表示人献祭得到伊的悦纳。伫生活中，咱虽然毋免搁再献祭，但是平安祭的意义犹原提醒咱，只有甲上帝摆放踮第一位，咱才会想到甲上美好的献予上帝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上帝伫咱生命中的重要性，也会决定咱献上甚物款的祭物。那呢，我拢献甚物予上帝呢？利未记讲到真侪献祭，对当当时的人来讲，献予上帝物件拢是上好的。对家己种基督徒来讲，用应效上帝做生活原则，相款也延续这个献祭的精神。应效这个词原文有真有分量的意思。应效上帝，意思是咱甲上帝放踮上界重要的位置。当咱高举上帝，乐意将上美好的献予伊，的确得伊的喜悦，伊也要予咱甲伊同得荣耀。默想，伫面对无同的选择的时，我是毋是甲上帝摆放踮伫第一位呢？什么是我会当献予上帝上好的祭物啊？伫面对无同的选择的时，我是毋是甲上帝摆放踮第一位呢？什么是我会当献予上帝上好的祭物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上帝，当我思想要献什么予你的时，求你启示我，互我甲你放踮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位置，搁乐意将我上好的献予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